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年台股头一日开盘，台积电股价起到1585块，佮创新高，收盘指数29349点，指数嘛创新高。南投合欢山透早落雪路，真侪游客上山去看雪，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讲，这2天平地气温只有10度。华府声明爱中国核10日虽停止对台军事施压，早起伫立法院1.25条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又各项南北封杀咯。来看，今仔是新年台股头一日开盘，台积电的股价又个创新高哦。早盘上悬是起到1585块，嘛带动电子股起袂少。大盘的指数是收伫29349点，指数嘛是创新高。今仔早盘台积电搁再创历史的新高价，市值嘛已经超过40条的台票。分析师是指出讲 ，AI 相关的应用发展了真紧，今年半导体产业景气嘛是个真好。也毋过哦，指数又个创新高，底线的起价落哦，个嘛是个有真大的风险，着爱特别注意。台积电2025年第4季的发说会1月15要举行，外界嘛拢真关心半导体今年的这景气。再来看南投的合欢山透早落雪路，有真侪游客拢上山去看雪哦。警方嘛针对第14架线昆阳到武岭路段来进行交通管制，汽车得爱挂雪链才会当上山。也毋过公路局嘛呼吁讲，山区的路状况是真侪哦，无必要尽量着莫上山。2、1。民众耍雪算甲真欢喜，阁翕相。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这个所在，初日透早3点开始落雪，甲落米雪。有赏雪人4点就上山，看到银白世界是真欢喜。啊，毋过有人挡袂牢，遮尔寒，讲毋敢过来。凌晨出发，然后排队，然后上山。觉得太冷了，不会再来第2次。太冷了。海拔3150公尺的上雪楼建筑头前广场拢是白色色，早起10点左右，温度干来0.5度，积雪1公分。合欢山地区自1月2号凌晨3点起，断断续续飘雪。目前山区浓雾，视线不佳，除注意保暖之外，并注意行车安全。警方搬出告示牌甲电筒放路中，因为山区落雪甲大雾，第14架线翠峰甲在武岭路段，车暗时已经有警线封路。次日早起7点恢复通行，毋过昆阳到武岭路段依然结冰积雪，限制车爱加挂雪链。要下雪中哈，现在目前昆阳跟松雪楼这一段路面还有积雪路滑情势，所以这一段是有限挂雪链的管制。机车是不能上来的。公路局强调，包含甲迄类大客车超过3.5吨货车甲大型重机在内2万车，拢禁止进入管制路段。山区路况真歹掌握，建议民众若无必要唔通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讲，这2天的天气拢较寒，低温只有10度左右。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石门富贵角，干那9.3度，就爱到礼拜日时才会回温。也毋过后礼拜1路，搁一波冷气团会落南，会搁变冷，水汽嘛会增加。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最近的天气变化是真大，所以爱特别注意。拜五天气真寒，北部的民众高衫拢穿出来呀。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拢明显降低。气象署讲，拜五透早上低温出现伫石门的富贵角9.3度，温度第2低是伫个桃园杨梅甲新池湖口9.6度。气象署提醒，拜五暗至拜六透早温度阁会降低。爱到礼拜日时，各地温度才会回升到20度左右。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这段期间起，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台南以北、跟宜兰、跟花莲、花东纵谷这一带，还有就是在高屏的近山区以及外岛的金门跟马祖，都是容易会有这种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所以请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要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气象署表示，雨水的部分会伫拜五暗开始慢慢减少。到拜六礼拜会搁较少，后礼拜1搁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落南。气象署预估，后一波冷气团若温度低，水汽也会增加。
从下半天开始，随着这个干冷空气逐渐的移入一个状况之下，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的一个降雨情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缓和一点。那只剩下像是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出现。那到明后2天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水汽上是会有比较偏少的一个状况哦。气象署嘛提醒，即马也毋是上寒的时间点，拜五暗至拜六透早，温度阁会下降。有的所在低温只有8度，体感温度敢若5度左右。民众衫爱穿好少，使用家属热水器等等也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赖总统元旦谈话望讲朝野赶紧通过国防预算，因为那边已经阻挡国防特别条例的审查误解了。昨下民进党的立委就去议场的门口排队要交提案，望讲10当计强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会当赶紧来排案审查。也毋过早起伫那边人数的优势，民进党团的提案嘛是无通过。国民党团是坚持讲爱赖总统到立法院报告接受询答。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台湾没有时间等待，更没有时间内耗，期盼朝野携手合作，顺利让重要的国防预算赶紧通过。赖总统元旦讲话，则呼吁朝野赶紧互国防特别条例甲预算通过，强军阁继续对台施压。国防部一天就查到6只强舰、1只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提暗时可2粒空飘气球为北部附近甲中部顶悬经过。不过国防特别条例5摆互那边联手封杀，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初暗时升起排队提案，希望赶紧处理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就算表决会输，我们还是希望国人看到我们谴责军演的决心，还有要支持跟捍卫总预算，还有国防预算的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排队，让我们的议程可以先被表决到。不过，那也有坚持，那赖总统关系到立院报告，预算审查定数就应展开。一项就是既要投资战备，也要投资和平。你总到立法院来报告一下嘛，要不要出来报告？啊，你如果不愿意报告，卡预算不就是你吗？民进党团立委伫议场也表示，化声在野党何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赶紧排审，不过有原点也被人数优势之下无通过。赞成46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强军交代，那加做上台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则向媒体专访时讲到，过去1年台海周边强军既然数量增加真多，那敢若看真济咱的应变区的强机数量阁是翻倍。事件那国防部特别预算无法度正式审查，恐惊会互国际社会质疑台湾自我防卫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各看中国解放军军演，国际正反弹。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指出讲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增加无必要的局势紧张。美方嘛要求中国要爱较暂时的，随停止对台的军事施压。华府交保嘛会举行元旦升旗典礼，驻美代表吴大雷就强调讲，这嘛显示讲1.25条的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的必要性。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向国旗致意，甲华府侨民升旗迎接新年。台湾面对中国军事恐吓，美国伫元旦即天正式回应。美国国务院是伫美东时间初一声明，中国对台湾及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及讲法是无必要的增加局势紧张。伫声明内底，华府是强烈要求北京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嘛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透过武力抗求避的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事实验证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买这些东西，因为挑衅者不是我们啊，那在派军舰跟飞机绕台的是他们，所以在他面对这种攻势、这种威胁的时候。自我防卫是理所当然的。强调军国唔是甲中国掠，是自我防卫。元旦伫华府地区这场升旗典礼，中华民国国旗甲美国国旗挂做伙，但是美国总统川普3天前讲一句无烦恼中国军演，引起侨民联想。因为他是想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两手政策、两手策略。我觉得他这样讲，虽然可能对我们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有利，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去着想。他的回忆是稍微淡一点，但是
但是已经起码有这个回忆了，算是不错了。高明认为，川普想要挹贴处理，避免跟中国冲突。卢台瑞是表示，美国该讲的都已经讲啊，美国具体想要帮助台湾自我防卫行动，并无改变。不但是在讲什么，其实在做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在美国一直在，包括对于这个军售啦，还包括昨天晚上也又增加了一笔新的对美国通知一家厂商有关于要卖给台湾的一些装备等等。美国国防部在2月31公告，洛克希德马迪公司得到总计上限3亿元美金对台军售合约，内容是55台 F-12战机的红外线超吹对装 ISRT 夹层。中国想要用军演反制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华府对台军售的脚步并无出现改变。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在解放军军演的时，咱国海巡的军舰一对一监控大动员在前线守护国家安全。今仔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表讲，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选伫12月31参加海巡署官员退休的参会。关碧玲伫面册会室内强调讲，伊会担责任，那也是要求关碧玲爱落台负责。The peac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cruci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cake industry's development. Any conflict will inevitably trigger worldwide sanctions. 海巡军舰伫前线甲海警船对上守护海峡，无想到组织海峡安全维护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互人亚讲伫军演期间，甲海巡高官去高雄食好料的，引起正人议论。关碧玲伫面册会室内，严正谴责海委会主任委员管碧玲在实弹军演期间轻忽职责，严重伤害社会观感跟政府公信力。这不是小事，而是国家安全管理态度的缩影。不过，那也立委批评前线紧张后话紧正，讲政府高官认为食饭皇帝大比中国军演更加重要。除了严厉谴责关碧玲要求落台负责，行政院嘛应该公开说明军演期间各单位的应变作为是不是有出现指挥空棚。一方面，资深的官员们他们退休了，那广妈当然想要慰劳部署。但是这个时间确实也是相当敏感的一个时间了哈，特别在演习期间，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必须要审慎的思考了。立委嘛讲，咱方应对军演食饭时机点敏感，当时应该谨慎评估。甲蓝营大声谴责无共的前蓝委尤玉兰，伊是成员关碧玲。对这代志，关碧玲是第2届会室内，对于批评者所讲的，伊拢接受，支持鼓励人是表达感谢，强调海巡无论前线后话，无分中关基层，包括侵蚀做靠山，拢共心无断电伫守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讲中国南京厂的验证最后用途的授权，2025年就到期了。外界嘛正关心讲，这敢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营收？台积电是表示讲，已经摕到美国商务部1年期的出口英文甲产品出货许可，所以应该袂受到影响。美中科技竞争升温，前元大港头人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通知，南京厂的验证最终用途授权，2025年12月31到期。外界关心相关营运敢会受到影响。台积电上新证实，已经有得到美国商务部1年期的出口许可。然后相对的话，就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他们都是所谓的永久豁免权，而台积电的话，它基本上会是晶圆代工厂，所以让美国的方面比较没那么放心，所以说才会采用所谓的1年1000的方式。根据了解，这项许可允遵守美国出口管制的晶片制造设备运去中国，唔免为各供应商一个一个申请出货许可，而且已经伫2025年12月31到期前核发，所以未来1年包含营运甲产品的出货拢无受影响。另外，根据财经网站年度排名，2025年全球上赚钱的公司，全球科技头人领先真济。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摕到第1，台积电是进入第10名。可以看出，在台积电背后，它所代表的产品组合的优化，以及在营运杠杆的一个效应，还有包括的在 AI 的一个需求刚性的一个部分持续的强劲的成长，那么三者共同交织出来的一个结果。
看排名主要是以企业成立做主要的根据，台积电以505亿美金排伫第10，获利率达到41.6%。另外，回看2024年，台积电是以274亿排第18名，一年来进步真济。那最主要的变化是因为它5奈米以下的营收比重啊，增加很多，不论是营收成长，还是呢那个毛利率的表现，都比过去要好。不过，专家嘛提醒，展望2026年，美国的代表处即阵宣布，要对中国输往美国半导体加征收关税。不过，时间延到2027年6月，互外界当作休兵背景的稳定对中关系，是不是对国际的供应链局势产生变化，也需要密切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的花莲海边啊，有2只船只靠搭，本地按算讲昨暗要派大型的拖船去拖，也毋过因为风影上过大，无法度处理。即马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这2只船的船底会互海底石啊弄甲破空，造成漏油。受困将近24点钟的花莲港拖船甲中港运丰的通风轮游玩卡伫现场无法度拖走，因为天气早起退楼的关系，受困山坡的拖船船底因为大影一直搬沙洲，甚至有破损，互民众真烦恼。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所谓的拦截漏油的预防措施，我们真的很希望主管单位呢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预先做好防范。港务公司解释，那一座已经放伫现场，不过因为风影伤过大，考虑人员安全无法度发现，船底是不是破气，目前无法度评估。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油箱都已经把它关闭了，但是呢，该布放燃油所，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在海况允许的情况之下进行布放。如果有破洞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先进行堵漏嘛，才能够去做拖带救护。另外，中港公司通风轮航港局表示，尾站开始就开始咧收机械，希望恢复动力了后，用量大楼驶离开，必要时阵会有拖船来协助。通风轮部分主机动力目前已经恢复，将持续监控船尾是否有位移的情形。通风轮顶悬有12个台湾籍、5个菲律宾籍船员，目前拢平安。部分工作人员伫船头进行相关揽索架设工作，希望大楼时阵能顺利驶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一间真出名的连锁麻油鸡店，伫湘北市有10间的分店。这里互人叫真奇怪的粉伫汤内底，警方抓到3个嫌犯，因是讲互相拢无熟悉哦。也毋过警方是怀疑讲，这3个人的背后应该有人，有可能是一谋犯案，嘛已经甲移送法办羁押禁见咯。受害业者是真无赖，讲因家人无完收股权，嘛无救婚，即马生理哦是差真济。这个查甫人恍恍惚惚，甲毋知什么粉倒去汤内底了，挖头随走。这种情形伫港一天连续发生。受害业者港一个品牌10间分店，拢互人乱倒毋知什么粉。我们就已经被倒东西下去，那东西也不能再卖给别人啊，是很无奈啊，不是单纯食材上的一个损失啊，对于我们商誉来讲也都是有受损。业者真无奈，讲无个人计完收，也无股权的纠纷，毋知为什么，因为代志互人爆出来了，生理受影响。经过警方侦办，伫湘北地区抓到3个涉案的查甫人，拢经看年案，用同款手法犯案。伫人汤鼎内面都敢若是瓦萨比或者是糖的粉。到案各险，对涉案内容避重就轻，但对于同一个连锁商家产品突袭投放不明粉末，致店员、顾客对食安问题产生恐惧、恐吓，意味意图明显。抓到的3个嫌犯，辩解讲互相无熟悉，犯案理由也无共款。因过3个人的供词是闪闪撇撇，手机也拢重新设定过。警方无排除是受人指示分工有谋犯案，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移送。指挥警方拘提涉案被告3人到案，并以被告等犯嫌重大且有勾串、灭证、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自台北的士林北投到新北的蘆洲、中和，业者伫湘北地区比较一半的分店拢受影响。案件关系到食安，嫌犯如果有高产灭证的考虑，伫经过检方审问了，怎么拢被刑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局掠到一个跨国的洗钱集团哦，因专门锁定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讲会当来协助代办融资，爱负责人提供银行的口座。也毋过，因所甲相关的资料拢交予诈骗集团，也是拨缴网站去使用。去年4月到11月，洗钱的金额就超过25亿。警方伫去年底嘛掠到23个嫌犯上班。蛮好的警方看到时机差不多啊，就落车抓人。另外一队是伫咧嫌犯设伫咧新竹的据点查到诈骗集团的水网，总共抓到4起的主嫌犯等23人。刑事局中大警方运用资料库大数据清查到几落个互假投资诈骗的被害人，透过第三方支付管道交付被诈骗钱的案件，发现这寡钱拢流入去特定公司的口座。查到这个跨境洗钱的集团，因锁定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讲会当替因办融资。实际上是骗负责人提供公司的口座来洗钱，取得公司大小章账户及 IK 凭证，再协助负责人与三方支付业者签约，之后将代收程式码提供给诈欺机房或博弈业者。警方讲，真侪欠钱的业主用公司的口座加第三方支付平台签约，和这个集团使用，变做替歹徒洗钱。一若集团伫摕到支付款项了后，将代收款程式码连到诈骗集团的假投资网页，一个不法的博弈网站，想要用这个方法闪开金融监管机制。透过串接假投资网页与博弈网站，收取诈欺及博弈款项，共同从事洗钱犯行。警方估计，这个集团自去年4月到11月之间，最近的金额总共超过25亿。警方去年底也抓到4起的主嫌犯等23人，依照违反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赌博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竹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3号婚林高溪路段，有民众发现讲，自跨年暝时，外境附近路横的所在，因为在放烟火，车经过这个路段拢驶甲真慢哦，实在是真危险。警方是有来指挥交通，警方嘛提醒讲，这个驾驶驶上慢，也是违规停车发生意外，上最是罚款6000块。高速公路警车放送，提醒车辆速度唔通变慢，保持交通顺利安全。跨年暝真侪所在拢会放烟火庆祝。伫咧国道3号高溪路段，因为我近当地游乐园，有民众为着要欣赏跨年烟火，煞经过这个路段，把车速慢落来。我觉得是蛮危险的，因为毕竟国道上就是车速比较快。那你如果后面的车不知道前面的车速的话，会追撞上去，会有点危险。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个地方停下来看，这样子大家都安全会比较好。国道第8公路警察大队表示，跨年暝为着维持这个路段交通顺利，总共派9台警车、21个人执行交通疏导的任务。伫放烟火的时阵，虽然有部分车辆减速，不过无比限速较慢，违规停车也是其他意外事件发生。不过强调会继续加强处理。倘驾驶人有低速行驶、骤然减速、违规停车及行驶路肩等交通违规行为，本大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1项各款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高速公路局表示，除了国道3号高溪路段，还有国105高架、后里台中大雅，甲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路段，拢有车减速，也是临时停车看烟火，呼吁民众唔通违规，以免造成交通事故。公司新闻王伟雄婚林报道。国际新闻哦，来看新的一档才打开始。伫瑞士出西观光区有一间酒吧导火爆炸，造成40个人死亡，115个人受伤。目前了解哦，可能是因为庆祝新年，伫酒吧内底使用手提烟火，结果发生爆炸。现场的少年人哦是吵。伫逃生的时人打人，所以造成严重的死伤。瑞士总统嘛表示讲，这是瑞士历史上上严重的意外。当地时间元旦1点半，瑞士有名的出世地点克莱恩蒙塔纳，当咧庆祝新年，没想到一间青少年真爱的酒吧煞传出爆炸火灾。目击者指出，迄当阵店内参加跨年派对的人客家甜一甜，火势拖了真紧，现场有人叽叽叫，真侪民众为着逃生相挨相打。Oui, c'est ça. En fait, c'est le show, on va dire, de quand on commande une table avec des bouteilles. Il y a un show qui arrive et en fait, le show, c'était il y a une dame qui monte sur les épaules d'une autre avec 2 bouteilles et les feux d'artifice un peu d'anniversaire qui font des flammes.
Et en fait, elle les a agités trop haut, ce qui a fait que ça a touché le plafond et que ça a pris feu d'un coup. 警方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随伫酒吧周围救防锁线，而且大天度、涂骹四界拢会当看到互外头扛起来的罹难者。虽然讲事故初期捌互人通报是攻击事件，也毋过随事当局初步调查了后，认为这是一桩因为室内烟火造成的悲剧。检察官表示，火灾现场可能已经规个烧起，而且引起爆炸。目前已经回收受难者的手机啊，进行数位分析，要找出真相。et environ 115 blessés, la plupart grièvement. Les circonstances qui nous réunissent en ce premier jour de l'an dans la capitale valaisanne sont dramatiques. L'incendie qui s'est produit la nuit dernière dans un bar de Grand Montana constitue l'une des pires tragédies que notre pays ait connues. 因为死伤的规模真惊人，附近的国家也来到3工协助救治重伤的烧烫伤患者。瑞士当局目前把重点放伫辨识罹难者的身份，希望量早互因转去亲人的身躯边。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光编译。再来看荷兰的新年哦，嘛真无平静，各地嘛拢传出意外。伫阿姆斯特丹一座19世纪的教堂大火，加在是无人着伤。另外有2个查甫人哦，是因为鹿特丹的烟火不幸死亡。阁有地方发生有民众向警方牵汽油弹。大火一直烧，伫1872年起的冯德尔教堂伫透早发生火灾，50公尺悬的塔楼倒落来，教堂厝顶严重受损。好在这栋有哥德复兴风格的教堂主体无代志，因为教堂附近是观光旅游胜地，警方缉捕了后唔敢大意，随赶去拍火。好在无人伤亡，但是导火原因，警方还搁咧调查。Alert kwam dat de brand was in de buurt. En toen keken wij naar buiten. En toen zagen we het puntje van de dak. En we hebben langzamerhand alles stuk zien gaan en branden. En in het begin waren we echt gaan huilen. Ja? Dat was vreselijk. Het is voor ons vreselijk. Ja. Want ik kijk altijd naar de klok als ik uit mijn bed kom 's morgens. Dus dat is vreselijk als je zo'n mooi gebouw weg ziet branden. 荷兰看年的事故唔难安尼，有警方表示，伫阿姆斯特丹接近的时阵，去拄到进前毋捌发生的攻击，巡逻途中竟然3解去互民众等烟火甲其他玻璃物，还有人故意放火。伫南部的布雷达，甚至有人向警消弹汽油弹。虽然荷兰地方政府伫跨年夜设置禁止放烟火所在，毋过效果无好。伫鹿特丹，就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甲38岁查甫人，因为放烟火引起连续爆炸死亡。另外，鹿特丹的病院阁收治14个因为放烟火致使目睭受伤的民众，其中有10个人是未成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再来看伊朗哦，因为钱一直变薄，嘛已经落到140万的里亚尔币，才当换1美金哦，物价嘛起价真恐怖。伫荷兰市场罢工，全国各地拢有抗议，嘛发生冲突。目前知影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包括一个革命卫队的成员。示威的活动是愈来愈严，足侪所在警察甲民众拢有冲突。伊朗南部发生时，抗议的民众要冲入去州长的办公室，现场庆声是一直传出来，民众甚至甲办公室大门的玻璃讲互破。西部的哈马丹嘛传出安全部队牵催泪加速弹。希望政府官员一直否认少年人遇害的消息，不过已经有传出足侪人伫咧冲突当中无命，其中包括一个革命卫队的成员。德黑兰最高检察官警告，若是示威转做是破坏公物，军警会采取决定性回应。伊朗的街仔头有遮尔侪抗议的人，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崩盘。伊朗里亚尼换美金的汇率已经暴落去140万大关，12月的通货膨胀率关闭52%，足侪基本的生活物资贵三三，民众唔敢买。为德黑兰出名的大市集店家罢市开始，真侪民众行起咧街仔头伫咧喊口号，有抗议者足无奈讲，每一个人拢为着生活，趁者伫咧拍拼，为着要甲民众心内火抛花。总统惠泽苏基安紧急批准中央银行总裁时集批，换财政部长希马提来接替，按算要互经济影响降到上低。دولت حتی اگر صداهای تندی هم باشه حتما با صبوری خواهد شنید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باور داریم مردم ما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ردم صبوری هستند و وقتی که صداشون در میاد یعنی فشاری که بر اونها وارد می شده فشار بالایی هست. کار دولت این هستش که
面对继续拓开抗议，宜农政府宣布全国学校甲银行进入经行假期，对外理由是欠零减碳。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是为着防止民众挖规定抗议。目前包括德克兰大学在内有10多间出名学校已经宣布改做线顶教学。不过示威民众情绪真激动，甚至伫咧街仔头画怀念进前王室的口号，让这场为经济困境倒起来火，考验宜农政权的稳定性。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正拍拼推动人工城市法案，也毋过因为党内有2年条款，伊就要落任咯。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伫交保了后，头一届伫党主席黄国昌的陪同，去立法院拜会调野立委，要来沟通推动这个法案。伫民进党方面已经只有安排甲总调郭建民见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呐！这个活血归来的柯文哲主席，满血回归啊！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伫行政主席黄国昌甲党籍立委的陪伴之下，拜会国民党立院党团。郭文泰致辞时也表示，这摆是为人工城市法来拜托，要兑现对陈昭祖的承诺。拜托大家帮忙了，因为这是我对陈昭祖的一个承诺嘛。说这个有什么困难？结果竟然搞了2年，到现在都已经快要火烧屁股了，赶快来处理了。如果我们可以取得最大的公约数，在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能够尽速的完成这个法案的制定。在一党实施强大的监督的力量，让赖清德独裁专政的政权能够得到相当的制衡跟平衡。不过，伊也讲，完成过去30年，国政党伫立法院一直强调的民主法案，包含国会改革、再会法修正、破坏现金、刑罪移民、加保卫台湾的军人、加新法限定。国民为人工城市法造成拜会经过了解，另一部分国民中党敢安排甲总调郭建民见面。是只会来见哪个人吗？其他的党团会成员会一起见吗？应该是单独分配。不论是见谁，能够民生合作就是好事。但是预算就是民生，柯前主席当过台北市长，他一定非常清楚，政府不可以一天没有预算。陈昭祖力推人工城市法修法，即马面临党内规2年条款都要上任。郭文泰被问2年条款是不是绑定的时阵，表示会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嘉义县长党内初选按说1月7日要办一场政见会，要来参加初选的立委蔡意如加嘉义县议员黄英利，拢参加电访活动，要来争取支持。嘉义县太保市公所伫元旦来举办烤菜头迎新年活动，要参加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的县议员黄英利，就准备1000个高压顶来送互现场的民众。针对伊的文宣讲到2003年捌接到赖清德主席吩咐，爱准备县长选举的内容，去互民进党党中央定性讲无即件代志。黄英利表示会当来理解主席的立场。目前我嘛体谅到总统即摆立场啦，伊是总统佮兼党的主席，因为这是党内一个迄个初选的机制。当然伊要保持中立，这都可以迄个理解啦。另外一位要参加县长初选的立委蔡意如，嘛是把握初选最后的阶段，参加全国青媒人士招标的活动，要来替选手加油。针对对手的文宣甲党中央的回应，伊嘛无任何看法。这个盲人路跑，那希望来为爱募年菜啊，也希望可以募到3000份的年菜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些在盲人路跑的人，可以跟他加油。那如果心有疑虑，大家一起来捐赠。民进党嘉义县长的党内初选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嘉义县暗算伫1月7日要来举办政见发表会。2位参加党内初选的参选人，一位是有国会资历的立法委员，一位是有超过30年服务经验的民意代表，拢希望争取民众的认同，会当代表民进党来竞选2026嘉义县长的选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过来因为非洲地震以前禁止用喷饲猪，也毋过屏东县政府伫顶个月查到九如乡有2个猪条，利用地下暗管运送喷来饲猪。这2个猪条是共一个头家，嘛互屏东县政府罚240万。另外，高雄市考虑到讲未来处理喷的成本会提悬，所以3月7日开始，喷的代收处理就要开始收费了。
为了减少非洲猪瘟风险，屏东县农业处人员顶个月初来到9组的合法用喷饲猪的猪场进行稽查，想要到竟然查到喊果的违规事件。姓杨的查某囝是这场合法饲喷的猪场业者，竟然甲收回来喷，透过地下暗讲送过对面阿母的猪场饲猪。农业处表示，姓陈的阿母无摕到合法资格，所以用喷偷偷饲猪。民记知影违规，佫照做，除了对2人重罚240万以外，也取消查某囝的相关补助。本府现场有将猪只采样及处理有送验，那非洲猪瘟的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因为非洲猪瘟，中央公布对116年起全面禁止用喷饲猪，今年是开放摕到认证的猪场使用喷，原地拢是免费代替处理喷的高雄市环保局，对3月初1起要分2阶段来收钱。第一阶段收5成的费用，100公斤的喷要付157.5块。第二阶段对明年起是收7成，只要是无对水钱纳粪扫处理费的民众，若是要倒喷，拢爱付钱处理。有餐厅业者讲，去年非洲猪瘟过后，处理喷的费用就增加8成，这摆3月开始成本会阁增加。猪瘟前的时候，我们的厨余都是按照月费收的嘛，对啊，然后现在这之后，变政府的政策在改变，我们也得跟着改变啊。第一阶段自今年3月1日起，厨余处理费依目前本市待处理废弃物收费标准减收1半。第二阶段为116年到117年。厨余处理费则减收1/3。去年非洲猪瘟事件了后，要安怎来处理喷，已经成做各县市爱认真思考的议题。除了政策的制定，甲提升处理的方式，环保局也呼吁民众配合，亲像甲喷的水分离好大，就会当对源头来减量。记者柯斌在柯家族邱超勇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是超过2成了。今仔早起，总统赖清德去宜兰的长照机构参观。总统表示讲，政府今年开始要推动长照3.0，会来导入愈侪预算甲资源。我们的长照的据点，从马英九前总统时代的720个据点而已。现在已经超过15000个据点。马英九前总统时代，他1年大概花50亿台币在照顾这些长辈。蔡总统最后1年交给我的时候，1年花了800多亿。今年我们总共编了1200亿左右。2026年总统的头一个行程是来到宜兰的长照机构。总统是强调讲，长照政策无分党派，中央甲地方政府都爱斗阵来做。伊嘛讲，政府会来拍拼推动机构式的长照服务，互民众有通选择，嘛会加强休产的服务，互照顾者有通休困。再来看营养长照的需要，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新设一个高龄长期照顾处今仔成立了，要投入105亿的预算，这嘛是六都内底头一个长照的专职单位。新北市65岁以上的时段嘛已经超过80万人了，是全国上多。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望讲有专门的单位会当来提升长照的品质，打造高龄友善的都市。我们有成立了120家的日照中心，5500家的失智守护站，还有我们全国首创的有 Feel 长照站，25个地方以外，我们一定跟我们公司协会一起，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长辈能够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养、乐活跟幸福。侯友宜强调讲，这唔那是组织的改造哦，嘛望讲，互每一个时代会当伫惯势的社区来生活，有尊严过一生。再来看，今仔有30几个劳团去立法院抗议，因要求讲应该爱提悬劳工的退休保障。目前劳工的退休金一个月大概当领25000块，也毋过啥物物件拢会起价，根本是无够生活。所以劳团呼吁讲应该爱赶紧修法，提悬头家劳退提拨的比例，来改善咱台湾的退休制度。提高劳退薪资提拨。
30个劳工团体伫立法院头前抗议，对2026年拄开始，劳团希望劳工退休金也会当有新的制度。即届因会徛出来有2项诉求，第一是针对劳退薪制部分，对民国94年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拢无提悬，头家敢若提拔劳工薪水6%，意思讲台湾的劳工退休劳退平均一个月才领6400多块。劳团要求应该提悬雇主提拔率，对6%提悬到9%，甚至是15%。劳退新制自民国94年实施，至今历时已经超过20年了。到113年，全年平均月领金额才6000多元。政府对于我们提高雇主提拨率的诉求，也迟迟未见任何回应。第二个诉求是劳保，劳团指出，目前上悬劳保投保薪资限制卡伫45800块，已经将近10档。伫即坎投保的劳工已经有370万人，占整体投保的人数35%，超过1/3。劳团呼吁政府，若是一直无提悬上悬投保的金额，就是咧牺牲劳工的退休金，希望提悬到47700块。投保上限呢45800，已经多久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价，还有最近的通膨的一些所有的数据呢，都让我们劳工界都非常的担忧。这种情况下来讲，对于以后的劳保年金是不是足以支应所有退休人员的生活？劳团的诉求是愈发愈大声，甚至规定人冲到立法院的车道口，就是希望会当互3党的立委听到，要求调阅立委赶紧推动修法，提供劳工完善的退休制度。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今年开始有一寡交通的新制度，就要特别注意。公路局推动驾照管理，所以逼持驾个人换照的制度会愈发严格。另外，交通部是要求讲，今年开始国际邮轮伫台湾营运，就要伫台湾设分公司，还是讲爱找代理来处理消费争议。搁有今年出厂的轿车，计列纸有新的规定，咱做伙来了解。详细来查计列纸，今年起汽车车窗加挡风玻璃搭计列纸使用指引规范。新出厂新领牌的车就要搭头前70%以上，头前边的窗仔要搭40%以上透光率的计列纸。不过这制度无溯及既往，有不少人赶伫旧年底领车，业者行李是接未完。法规会要实施了，所以他当然就希望我如果可以趁势在年底之前交车，我就避开法规就可以贴黑的。今年起，交通部推出更加严格驾照管理制度，对3个面向落手，包含考照制度的逼持更加严格，路口增加停留这项目。另外，会伫回返制度内底纳入抢红灯这违规的行为，也佮各界关心的坐回换照制度，车里进一步对外来公布管理的做法，希望对源头监管降低交通事故。笔试过大家都会啊，可是路考的话，还是要加强会比较好一点。高龄可能要设一个门槛吧，就是可能检测一下，就是它的反应什么是不是还适合持有驾照之类的。另外，今年开始邮轮消费纠纷处理也有新的制度实施。为了杜绝国际邮轮旅游的纠纷，消费者无多求助，交通部要求国际邮轮在台湾的母港营运必须设立台湾分公司，也是委托咱国船务的代理业来处理载客业务。一旦出现消费的争议，就由关公司甲航港局来要求业者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海洋本色清未了，其中鱼网仔是上困了。渔民是讲，鱼网仔若加入去渔船的阴影，旁袂行，这是真危险。渔民茫茫讲，政府会当来做几台啊，会当摒扫海洋废弃物的船只。何讲渔民驶船出海掠鱼，才出海无远，船就无动力。好在在附近有其他渔船甲因拖带。船长讲，可能是引领机卡到渔网，落去船底检查，真正清出一堆渔网。因正无奈，讲也未掠到鱼，就要先开钱收船。渔民讲，虽然政府甲民间团体日日拢伫咧办净滩净海，不过像这种被单咧海的渔网，抑个废弃物是真歹清，都没有在处理这个近海的这个那个海洋的漂流的东西啦。啊，这个问题哦，时常发生的。阮拢家己，阮会收起来，回收伫遮，啊，阮会请人来收。有一寡渔民会主动对海捡一寡人单调的渔网，不过希望政府会当有专门的海废清理船斗相共清海上的废弃物。台南县环保局讲，县府伫去年有引进一台无人的海废清理船斗相共净海，不过这个人伫咧渔港甲海关作业。
去年甲华顶的净滩活动，总共清出8.5吨的海水粪扫，比113年的5万吨较多，会继续清理。也甲中央传达渔民希望有专业海龟船的心声。那未来我们也会增加在巡检港区环境的频率的时候，使用这样子的遥控无人船。环保局讲，依照渔业法也有海洋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若是发现渔民伫咧海乱弹渔网，或者是渔网无记无通报，会当罚上加3万块，上悬30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和平公园发生弊案，目前县政府是收转来家己管理哦。地方是望讲，除了赶紧来解决宜兰河这头真严重的问题，嘛望讲公园会当有新的建设。县政府嘛表示讲，因会向中央来争取预算。宜兰河青岭林瓦近市区差不多2.1公里的公园范围，有篮球场、步道等设施，是附近真侪民众主要的游乐景点。公园本来是公所伫维管，因为发生弊案，经过协商，今年开始由县政府定新接管。宜兰河积水的问题严重，早期建设的清水河岸目前拢待伫土沙内，真侪县议员提案，要求县政府启动宜兰河整体观光再生计划，除了要解决宜兰河积水的问题，也希望增设溜冰场、宠物公园这些设施。所以我当初的想法是说，如果可以有一个宠物友善的公园，让这些毛小孩，让他们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可以尽情的自由奔跑。我们会依循107年的计划，继续的向中央争取经费批建，然后活化。县政府讲，2018年针对宜兰河滨公园，都有提出再生计划，内容包含解决积水、新建设施等，会针对这个计划向中央争取建设经费。今年会先建设龙准码头这些设施。不过宜兰河面临开发压力，环团甲1号分署拢希望建设量体唔通伤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远离滨溪带。如果他把建设做的规模过大的话，第一个对宜兰河它一些滨溪生态啦等等的话，影响都会比较大。环团建议，若是要伫和平公园新建设施，应该尽量集中，而且莫伤挖溪水，避免影响当地生物生态。县政府表示，未来新建设施拢会集中伫公园范围内，尽量避免伫行水区边做任何设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开始哦，新竹科学园区设空气品质维护区，3档以上的柴油货车，佮满5档以上的奥多摆，拢会来进行监控。那查到讲无定期验车，上档哦是当罚6万块。听到新竹科学园区要扩大管制空气品质，驾驶赶紧驶货车去验，就惊因为新规定互人罚钱。新竹科学园区自今年开始规划做空气品质维护区，出入园区的重要道路，拢有按车牌辨识系统，不列无照规定去完成验车的车辆，抓到上悬罚6万。对每一个人拢好啊，你空气品质无好，拢嘛会除了影响环境嘛，啊，每一个人的身体嘛，拢会影响到。有色有差啊。空气较好就是啊。本地车迄就无话讲，啊，你基本即寡汽车的时阵就是袂安尼，挂时间那个牵去环保局去检验。除了科学园区，新竹市也伫虎林高中学区附近设空气品质维护区，希望来提升市区空气品质以及环境品质。今年1月1号开始，我们会针对出厂满3年的柴油大客货车、小货车进行加严管制的部分。那在新竹科学园区的部分，我们会针对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进行相关的管制作业。所以，请市民务必一定要将你所有的车辆进行定检。环保局指出，空气品质维护区分做2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针对柴油大客车、货车甲奥多摆；第2阶段是针对时间机具车辆。伫今年7月开始会进行全面管制，提醒民众爱注意，才袂食罚单。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语系大学生哦，用因的台语专长来翕影片，嘛用创意的方式来消解食食。学生也是讲哦，伫大学4档哦，因有文创、台语媒体等相关的课程，嘛互因会当找到家己的兴趣。你敢知？其实太阳饼较早是叫做太阳饼呢？干嘛呢？啊，无是叫啥？伊的外形其实就是台中成功人家做的面鸡饼。要
用台语介绍太阳饼的由来，也用耍大虎王连豆仔的方式，世界去各县市食好食物，这是台语系学生拍的影片。除了采访大学生对各地名产的想法去无共县市拜访，也希望让观众对蹺脚练喙手这个频道，透过台文和中文相离谱，愈了解真实的台语甲历史。就这样知影要安怎讲，毋过其实毋知影要安怎写，所以阮会放伫下面，啊嘛有讲是汉字的部分，像阮影片内底就是有华语啊甲台语两个对照拢有安尼。学生表示，读台语系定会访问着出路，除了做老师，可以当作啥？学生指出，其实除了基本的台语能力，透过文创、台语媒体等等的学校课程，也互因愈了解各行各业，找到家己的兴趣甲台语的应用领域。上济一定是讲做老师啦，啊，毋过媒体这个部分，我感觉嘛是真袂歹。就是买当试看卖，伫咧媒体创作这门课，阮有学着讲要安怎写客话书。学生表示，其实也有真侪人对台文字无概念，因认为要推广台语，媒体是真重要的方式。学生讲拍片的过程，家己除了学摄影剪接技巧，也愈了解采访甲影像讲故事的美感。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文学馆元旦开始哦，有韩国作家甲台湾作家的座谈。2月2日就是世界无语日咯，伊嘛要推出台语导览甲台语红仔册讲故事的活动，咱做伙来看卖。这是台文馆的台湾文学基地，嘛是世界各地文学作家来台湾交流的最大的所在。台文馆表示，这间厝对2021年到今，世界各地已经有70位作家来住过。今年头一位来遮住的是韩国的作家金伊莎，伊是小说家，也是翻译家。伊毋但翻译台湾漫游录的韩文版本，也会伫即礼拜六甲杨湘子对话。杨双子老师在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项，那其实台湾的文学慢慢就是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去年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有德国、还有意大利、还有韩国的译者都不约而同要翻译这个杨双子老师的《台湾漫游录》，就他们都来申请我们的这个驻村作家的进驻活动。那所以明天即将来到台湾基地进驻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金伊莎老师。除了座谈活动，台文馆也推出系列活动，要来陪伴民众过年。伫台南本馆有拍卡送春联，而且结合2月2日的世界母语日，也推出即马做伙讲台语的活动，有全台语的导览，也有台语绘本讲故事，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带小孩来让他们听一些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是很文学，很文青。那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不同的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就是有一些它是做手作的，有一些它是书，有一些看书的，有些是做写那些明信片。台文馆表示，新春的活动对元旦一直办到旧历的过年，毋但有下国际交流，也有本土的推广，希望用台湾的文学活动为大家迎接新的一年。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澳洲宠物旅馆哦，佮宠物训练甲宠物相关的产业，即嘛是愈来愈兴。有动保团体就呼吁讲，政府就应该爱针对宠物的年保、训练师甲美容等等的服务，来制定相关的制度，保护主人甲动物伴的权益。画面当中的狗仔女舍有亲像人遮尔大张的眠床，阁有电视，而且阁有互狗仔佚佗的游泳池。即间伫咧雪梨附近的狗仔女舍，锁定疫情了后，饲猫仔狗仔的人愈来愈侪。业者讲，即马澳洲饲猫仔狗仔的人创新高，全国服务的产值估计有几啊10亿澳币遮尔侪。毋但是照顾、活大，也阁有美容行为训练甲狗仔的执照。互早起去上班的主人会当甲狗仔送去上课，规日甲暗拢有人甲狗仔佚佗。Our goal is that the dogs come here and they're dragging their owners up the ramp to get in the building. 狗仔女舍的经理是强调，有的狗仔是耍甲无想要转去，只是讲这遮尔好的设备，无代表讲就一定安全。专家讲，即马若要开狗仔的执照，也阁有做宠物的年务，侪性只要办一般的商业登记，对着专业资格狗仔密度，这拢无全国统一的规定。
啊，若是狗甲人相拍，或者是咬着人，这往往责任是主人爱担。新南威廉苏省当咧检讨动物伴侣法，兽医工会甲动物团体拢呼吁，动物的训练、日照，抑个宠物看护这服务拢爱做管制。对着专业训练这部分，嘛爱定一个上佳训练时数甲急救能力，才会使互宠物带了安心。So you wouldn't leave your child in a childcare centre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o's going to be looking after them, what qualifications they have, and the exact same would go for a doggy daycare.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醒，了解狗仔的行为动作，抑个伫咧冲突的时阵，甲狗仔分互开，拢是正专业的行为。若是照顾的人欠训练，这毋若狗仔受伤，边的人嘛有可能扫着风台尾。协会就提醒，未来应该建立全国认证资料库，列出合格训练师、日照甲瓦大的业者。互主人一查，就知影讲即间敢有考核。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3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